新竹县政府甲新竹家属公司昨暗参一摆受到家属爆炸影响上严重的社区举办第二届协调会，副县长陈建贤是伫咧会议顶头，搁再一届向受到影响的住户会室内，强调县政府会负责到底，也若一个月内会找第三方来完成大楼结构鉴定。增加你们很多困难，对不起。 新竹县竹北发生气崩，拜暗举办第二届协调会，县长杨文科无来，由副县长陈建贤来参加。社区的主委提出诉求，要求县府爱找专业单位，针对发生气崩的这栋大楼进行结构的鉴定。最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们的在外的住宿补偿金跟县府的协调。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方向的，就是我们的房屋结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提出证明，帮我们检测我们的房屋大楼有没有异常。针对受灾户补助这部分，新竹家属公司拜二提出上新的方案，针对88户227个人安置补偿，对原本每工一人1200块的补助提悬到2000块，而且会事先补助14天。 嘛答应后续会免费帮乡亲换会当侦测家属漏气功能的微电脑家属表。那申请的案件我们正在受理当中。那有些也建议说，是不是整栋社区一并来做一个申请？我想我们会有一个窗口，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派员到社区来做一个服务。1个月内，当然越快越好。这个事情也不能草率，他们必须带一些的仪器，很精密的东西去做检测。 包括柱子里面的梁，钢筋有没有断裂？那里面有没有碳化？混凝土也怕碳化，一个是抗压，一个是抗拉，所以我们都要做检测。新竹县政府表示，工务处目前已经找建筑师工会协助，针对社区大楼做安全鉴定，也若损害较轻的部分，27会开始派人检测，1个月内会完成大楼结构的鉴定报告。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